鏡子法則、吸引力法則與假設法則喺生活中嘅應用與改變第二集。鍾意我哋個節目就快啲訂閱同 hit 埋個鐘仔啦！鏡子法則同自我反省有好大關係。透過觀察外界對你嘅反應，我哋可以睇到內心真正嘅狀態。呢種自我反省可以幫我哋識別同改善自己嘅不足，從而促進個人成長。吸引力法則影響個人現實嘅方式，就係你嘅思想同情感頻率會同外界嘅能量頻率產生共鳴，從而吸引啲同頻率相符嘅人同事嚟到你嘅生活入面。吸引力法則同積極思維息息相關。積極思維可以提升個人嘅情感頻率，從而吸引更多正面結果，對實現目標同提升生活質素至關重要。用吸引力法則去達成目標，最重要係要諗清楚自己想要乜，保持正面嘅情緒，仲要真係行動。首先要好清楚咁定低個目標，之後用正面嘅想法同感覺去支持佢，最後一定要付諸行動，先至可以真正實現。想用吸引力法則嚟實現目標，首先你要清楚自己想要啲乜，並且要用積極正面嘅心態去相信嗰件事真係可以實現。持續專注喺目標上面，同時主動採取行動，咁就可以吸引到相關嘅資源同機會嚟幫你實現。吸引力法則同正面思維其實係分唔開嘅。當你成日保持正面諗法，情緒頻率自然會高啲，咁就更容易吸引到好嘅結果，對達成目標同提升生活質素都好重要。吸引力法則喺建立同維繫良好人際關係方面都有實際應用，例如透過正面思考去吸引志同道合嘅人，咁樣唔單止可以擴大社交圈子，仲可以改善人際互動嘅質素。吸引力法則喺建立同維繫良好人際關係方面都用得着，例如透過正面思維去吸引志同道合嘅人，咁樣唔單止可以擴闊你嘅社交圈子，仲可以改善人際之間嘅互動質素。吸引力法則嘅科學根據一直有爭議，因為佢嘅理論基礎多數嚟自心理學同量子物理學嘅邊緣領域。不過，積極思維對於個人成長同幸福感確實有實證支持。假設法則嘅基本定義源自科學方法，意思係當面對未知情況時，透過建立假設嚟推導出可能嘅結論。呢個法則強調假設必須可以測試同驗證，亦係進行科學研究嘅一個重要基礎。假設法則對決策同行為有深遠影響。透過假設，我哋可以預測唔同情景底下可能出現嘅結果，從而作出更聰明嘅選擇。呢種預測能力有助提升我哋應對複雜情況嘅能力。使用假設法則嚟解決問題，可以大大提升效率。透過清晰訂立假設同驗證過程，我哋可以更快揾到問題根源，並制定有效嘅解決方案，令成個處理過程更加有條理同系統化。喺創新同創意思維方面，假設法則能夠激發無限可能。設立大膽嘅假設可以打破傳統思維框架，促進創新意念誕生，從而推動科技同社會嘅進步。假設法則同認知偏差有密切關係。當我哋過度依賴已有嘅假設，就可能會忽略新資訊或者反對證據，從而引發認知偏差。呢點提醒我哋要保持開放同批判性思維。假設法則喺教育同學習上面有好大嘅實踐意義。透過提出假設再驗證，可以激發學生嘅批判性思維，培養解決難題能力，仲可以促進對知識更深層次嘅理解同應。假設法則同心理學實驗設計有好大關係。要設計一個嚴謹嘅實驗，首先要提出清晰嘅假設，然後用科學方法去驗證，先至可以得出可靠嘅結論，推動心理學研究進一步發展。
將假設法則應用喺個人發展計劃上，可以幫助一個人清晰咁訂立目標，制定具體行動方案。透過不斷驗證同修正假設，個人可以更加有效率咁成長同進步。鏡子法則、吸引力法則同假設法則之間嘅互動可以產生綜合效應。透過結合呢三個法則，可以更加全面咁了解自己，提升自我認知，實現更大程度嘅個人成長。結合三大法則提升自我成長嘅效果好明顯。鏡子法則幫助我哋反思自己，吸引力法則引導我哋正面思考，而假設法則就提供咗一個科學嘅方法，令我哋喺成長過程中可以更加有條理同系統化。三大法則喺日常生活中有好廣泛嘅應用。透過鏡子法則，我哋可以更清楚咁睇到自己內心世界，進行自我反省同改進。吸引力法則就幫我哋吸引正面能量同好嘅機會。鏡子法則、吸引力法則同假設法則之間嘅互動可以產生綜合效應。透過結合呢三個法則，人哋可以更加全面咁了解自己，提升自我認知，實現更大程度嘅個人成長。避免對三大法則嘅誤解同濫用係非常重要。保持理性思考，唔好過度依賴呢啲法則，並且要學識靈活運用，先至可以真正提升自我成長，創造理想人生。喺跨文化心理學中，三大法則鏡子法則、吸引力法則、假設法則嘅應用提供咗全新視覺同工具，幫助人類更好地理解同適應唔同文化背景。呢啲法則有助於促進跨文化交流，提高跨文化合作嘅效率同質素。要結合三大法則嚟打造理想生活，就需要有系統咁去實踐同反思。透過持續學習同應用，個人可以喺各個層面實現自我提升，達到內心嘅平衡與和諧，創造一個豐富多彩嘅人生。打造理想生活，唔單只需要有夢想，更加需要有系統化嘅實踐同覺察。結合三大法則、吸引力法則、鏡子法則同假設法則，我哋學識咗觀察內心，轉化思維，令自己嘅振動頻率同宇宙同步共鳴。當思想與情感達成一致，一切豐盛與機遇會自然流入。隨住地球嘅振動頻率提升，我哋正一齊迎接一個全新嘅光之時代。喺呢個時代入面，科技同靈性唔再分離，愛與覺知將成為人類文明嘅核心。超 5D 前線將繼續分享關於未來生活方式、美嘅能量同多維宇宙智慧有關嘅節目，讓我哋一齊見證人類意識嘅進化。超 5D 前線係由溫哥華萬視 TV 製作，喺時代台播出。YouTube 上有粵語、國語同英文3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留言並分享。仲有，記住睇埋我哋其他主題嘅節目啊！一齊穿越時空維度，走向一個充滿光、愛同希望嘅第5維度。好啦，鏡子法則第2集節目到此為止。本節目由萬視 TV 製作，主持人兼節目總監李嘉欣、Alice G N Lee， 資料整理及編輯。多謝大家收睇。